逍遥，有车主即无车主，神即无君，我是二无好者，期待顺。我民主讲这话，前几千年前，伊就了解，圣人对圣人了解，细汉小时大人，细汉就小时大。即摆大汉呢，人讲古月要打的时阵就啥，小姐就找男朋友，少人就找小姑仔找女朋友。即摆呢，老太来的时阵，有车主的时阵，有丈夫的时阵，迄个念头就搁分掉去咧。当然，你咧食头路的时阵，咧上班的时阵，你就想讲好，我要安怎做，我主管对我好。神即无君嘛。讲50岁咱咧小时大人啦，讲期待顺哦，可夫主讲个，另外主讲个太顺啦，所以可见即款病是一个人呀，足一人安尼，所以对了嘛正常诶，对了嘛正常慢慢观察，慢慢观察，咱就无安尼做啊，咱对了嘛正常，过来，这个讲，继续甲你讲，伊要是讲做这方法，做这方法。这19篇，这19章，主愿父母在，不然有比如好。时段伫个时阵，那讲未使去作园去，对啦。伊若要去作园的时阵，伊一定固定心智爱有方法，爱固定爱什么方法？就讲咱正出外去开荒，这有兴趣，这是无会讲。出外去趁钱，离开国外去，去到国外趁钱。可能时咱来交代好势，交代好势。我这个时代我入去，叫咱去国外，有当时也袂爱，也袂安怎啦，大时大人但是迄个时阵，到这个时阵，原因袂就这样。所以，这种是孔子间体会父母牵挂子女的心情。时代咱袂对讲的。咱永远就是时代的囝，囝就是表示伫咱时代生活中安怎办？囡仔毋捌写字，因为老师我在讲，囡仔人毋捌写字，你原谅囡仔人毋捌写字啦，囡仔嘴好你我袂讲啦，因为咱伫时代的生活中，咱永远就是囡仔，所以囡仔呢，时代拢会想啦，拢会想啦，所以当时到尾仔伫个时阵呢，我若要出来。你有加穿一件衫无？你可以有早起无？咱讲着看你咱个，其实咱都4、5早啊，5、6早，敢袂晓穿衫？敢袂晓啦？看天我敢袂晓早互伊出来？毋过伊就是像咱拢捌，咱含一件衫都袂晓早，咱含一件互伊都袂晓赢，所以就安尼家己交代。你若讲有啦，我穿衫，我赢互伊，就欢喜，讲安尼。这点就新熟悉的，时光真的这点新熟悉。所以呢。时代人当时对咱种对咱拢毋捌，所以时代人都想咱个就对啦。是。阮将因当时讲话的这个时代背景无相像，真无相像，所以咱来认真咱来看详细，看经典有时代背景环境无相像。这是咱读文章需要了解，因为古时代交通不方便，又无邮件，也无电信。这个方面就咱使用，进一通电咧拍要去到美国，要去到苏联，要去到对伫是拍了跟3点就是咱接电本啊，是讲话面对面讲话，像你正爱个迄个什么手机啊，个仰个过，咱看伊人家咧讲话，你讲我个，甚至知影讲伊真瘦啊，知影讲伊语啊欢喜啊，很快就困难。这款了，去我搭，咱人生的足些方便的所在，这是实的代志，所以较早条件无相像，互咱讲咱私人通讯的这个设备，当时儒家，可是咱儒家呢，又搁把雍亲信将看作子女是用父母的代事。儒家就是安尼，将雍亲、氏将、信将、雍亲甲这个信将、雍氏大人甲氏大人行到尾啊这站的时阵，是咱人生做子女要奉在氏大人这个代事。这个代志，所以人讲，你规个囝甲你送上山头，你某人跟他送出来，送去。所以儒家又搁从这个看真咱做人的这个大代志。所
所以注重父母在不安逸，所以就教大家讲父母在不安逸。因为父母有时会思念自己，亦一旦破病时阵，自家路途遥远，不容易回家照应父母，所以讲不然，有影，是当不是像安那，婉容是种的啊，较早交通方便啊，或者嘛电车、飞机，什么高速铁路，什么自用的车，足方便的，要转就转啊，真毋是，较早毋是。较早骑马上紧，骑马上紧。因若着用行，迄速度较大，用行速度较大。你甲看，你若讲伫唐山要过到咱台湾，咱台湾要行到唐山，我嘛行无。所以这要较大。所以大公不愿意。时段会伤难。正到一通电来转去，就会伤难啦。正在飞机伫美国坐转来3个搁随去啊，简单啦。所以我相信，伊接触内面，咱来甲你讲。解释一种不然语的道理嘛，解释了一简单的啦。伊讲远游即气亲远，而为日久，定性苦而阴文疏。伊甲你讲，因为远游了后，这代志走出来。气亲当然远游，远是远啊，气亲就远。遐气远亲远，气远当然要倒转来嘛久啊，往复就久，为日久啊。遐为日久，咱所防卫是啥个？定性苦，定性苦就是讲，这家门市度啦，我要食饭，我要洗面啊，我要创啊会啊，我要创啊会啊，你身体有安尼较健康，有安怎？访问方面、讲话方面，苦就是已经烂去啦，怕去，阴魂疏，无咱我同你听着时段话的时段，我同听咱可以，这是讲较早的时段较早的时代环境，对。音就是听着老母的声音，文就是讲咱台湾，疏就是讲疏远。不论听着是段的声音，或者不论是段要咱听咱的声音，就感觉毋是讲干咱的想是大人的心，我就记咧尔，我就去真关心你家厝，甚至呢，嘛恐怕是大人念咱心里咱了。所以起码一点咱足了解离开远不论生活拢足无方便，时段伊拢足济足落来啊。尤其这个时阵，时代到这个时阵，较早结婚年龄，我会记得若讲25、26岁无结婚，但是伊也是无结婚，这30岁无结婚足正常。等到35岁结婚的时阵，搁生你的囡仔，搁大汉的时阵，咱已经60、70了，60、70，会出去外口做代志，囡仔咱60、70岁。60、70岁安怎样？经过人生来变过60年，一年退活足紧，我会记得欠2档，不论精神体力嘛拢足好。变过60岁以后，这1、2年当，我记得我64岁，去年甲今年50啊，拢无受伤，真正感觉好些。不论是讲话啦，不论是头脑运用啦，不论是做工课啦，真正退活足快。所以咱也未到迄个年龄，咱会感觉敢有影？你就莫自安讲。咱若有影，你若知影，人讲鼻仔到遐未到时阵，你鼻仔袂出来，人讲不见棺材不流泪。你若见着棺材，你唔好就袂挡袂了。有比如讲，如果万不得已，伊必须要关联，也该有一个地方甲方向、甲方法。这就比如讲定来。你人敢是人袂当讲，出去学袂行啦，一定要固定一个所在，甚至要有方法，出去安怎安踏，什么人要甲咱通知，什么要甲咱代用，什么人要甲咱安怎样，这一定要有方法。所以若拄着好好是大人，一旦有代志，可以通讯的派人来甲找证。这个事情会讲较早，真环境无相像，但是咱嘛爱时时刻刻，爱关心是大人，过来，第10章，第10篇，第10篇，父母之言不可不听，一即个语，一即个句。这拢讲是啦，因为这个论语，这个
李营第4篇是讲人的体格用，这拢在讲利用，尾这拢在讲利用。有体单利用，有德单一定爱有德，有德无德，有德无德，绝对袂出去。你无啥人去赢啦。有德若无德，难超生死，难超生死。所以德甲德两项一定爱平衡，体甲用两项一定爱平衡。你有德了，要安怎奉献出来？所以这拢讲是好事。苦过之人不可不知，一句喜一句苦。实在真个时代嘛，安尼。是着恁爸爸几岁啊？知，阮爸爸发起少啦，毋知几岁啊。恁妈妈几岁啊？知，阮妈妈啦，都拢带了老花眼镜啊，毋知几岁啊。做一个讲你袂晓讲，因爸爸跟妈妈几岁，做一个毋知。这属实个代志。你咧包尾仔等互恁老爸仔食，恁老爸几岁？知哦，阮阿60啦，快老啦。这都是啊，这毛鬼啊，唔知啊，啥都管毛都夹鬼啊，甚至管啊，有条件啊，这都是啊，这是这个。哦，但是咱袂使唔知，咱袂使唔知，知影了后，一方面咱欢喜，哦，爸爸今日去做，是真简单的，哦，像阮爸爸做这个，我接用来做这个。一方面烦恼啥个？烦恼讲时间一日一日变袂，老爸老母叫咱带咱世间的时间。哪像一个第二啊？所以咱就一个第二了后，都想到转来，咱要安怎来做？无咱过去不足。哦，这圣人40年就是圣人，别项人教着圣人就是圣人啊，咱来甲了解啊。这种的宗旨，会控制主编给咱世间的人及时行好，实在嘛是一好多来的一点的。哦，是。本章就好德好处对父母的言辞。的成长，形体之衰落之引起，一忧之成情。这站就是专门讲对老爸老母年事的成长，伊这个身体的衰落，所以引起互咱欢喜甲恐惧、甲烦恼的这个成情。讲得真正加切，是这个讲到互你真正哦，作详细贴切，真正。到掉极端啊！喜是喜父母严肃苦精，令道享人间的福禄福分。是全愈济话，当然是应该咱要讲，也是愈好命。囝儿孙皆可以含饴弄孙啊！遐伊若样修养的，咱也真正修办到，一切拢往下下吼，真正拢无忧无虑啊！伊全咱即卖政府的德政，破病健康保险啊，哦。全面健康保险啊，保钱有老人年金啊，主要是全开老人年金啊。即摆在讲电视，要搁咱为咱农民即摆要一个月4000块嘛，这个加钱互咱啊。啊，若是咱乡下来较欠的，哦，啊，若是讲家己后厝人大，啊，搁美容店的实在4000块，就只来开刀吧。即摆物件话嘛是足俗的啊，哦，足俗的，所以讲起来嘛足好的，足好。哦，会咱得享饲了。就享受了这个哦，这个福分啊！啊，那么苦是苦，父母在世之日子，却误日苦情，误日苦业啊！烦恼是烦恼啦，烦恼老爸，今仔倒来背起减一日啦。因为只要你有大德，甲你有真正大福罪哦，你的报酬有增到减以外，咱较早世俗人来讲，以生自生，道生自死。生死就是一个定数，生死就是一个定数。哦，所以生死绝对无了定数。生死有定数，啊，伊就总会啦。啊，过一日就减一日，过一日就减一日。啊，所以烦恼就是烦恼安尼啊。烦恼讲，伊带进世间内面的日子，交咱做伙一日一日一来减命，自己生活七下的机会也愈来愈少啦。啊，有影。咱做囡仔的机会就愈来愈少，因为时常咱咱就是囡仔，咱就是囡仔。啊，咱来囡仔从倒来做啊，伊带因老爸面、老爸老母面头前，就飞乌插底啊、跳舞啊、倒因涂骹烂啊，以后就甲咱就甲老爸老母塞奶啊，来讲就塞奶，真无讲我塞奶，咱讲倒来做，哦，还有老爸老母就欢喜啊，安尼嘛是一个好处啦，啊，免就伫咱老爸老母面头前就一言一板安尼吼。
一班啊，互老爸老母欢喜，这是咱做人的囝应该来的啊。所以呢，咱就甲时代的这个一子呢，要甲伊升翻即下的这日子愈来愈少，因为年事物日俱增，父母渐愈老境。来讲呢，年纪愈济，老爸大尾愈老，愈老愈用无急，老当益壮的人急。真正愈老，咱的细胞愈老化，愈老咱的血愈老，愈老咱的细胞愈老化，啊，真正咱的抗体愈衰弱，控制愈衰弱，哦。所以即摆咱人拢食一寡生物科技的物件啦，食一寡抗体的物件、控制的物件。即摆社会医药遮尔发展，医药遮尔发展，对咱人生有道遮尔关的回事，遮尔重回事。真若牵到咱查甫仔亲像74外、74岁外只有人会当中，但是困到较重，困到已经足低个地方。哦，这是平均的年龄寿数。愈来医药愈发达，健康。老年的这个健康愈会当维持，愈会当维持。所以呢，做咱的囝啦，要安怎有时代会当过日子过这个重要的。哦，所以年事愈具重，老人咱时代人愈渐入这个老境，应该来要照顾身体就愈退化，愈退化。哦，所以愈退化当中呢，愈退化，哦，愈退化当中呢，咱爱上对咱家己之外，哦，上对咱家己之外。哦，所以咱家己感觉应该爱加进，应该爱加克勤了好德，克勤好德。哦，要安怎样报到时代？咱若甲看咱的囡仔，哦，看咱厝边人的囡仔，时代安怎付出来咱的囡仔，就是表示咱当时咱的时代嘛是安怎付出来。尤其是做人老母的。我感觉做老爸无囝无友吼，还佫较差。因为做老母无囝无友吼，迄个囝实在爱食个念头。细汉什么工课都付出去啊，哦，什么辛苦就你辛苦，什么辛苦就辛苦。哦，咱见到讲无，你遐讲爱我走来边仔困，遐来边仔困啊，遐来我靠这体育遐来边仔困，啊无爱我听到啦，太难。啊，做妈妈的人袂当无共款。袂当无困，袂当早乌困啊！哦，放屎袂当无当换哦。你若放屎，咱见着做人妈妈，做啊，这回更较慢，差唔多啦。做妈妈人袂使嘛，袂使。安怎嘛去做？安怎嘛去做？这点这是啥？所以呢，咱要安怎样来克勤好德，以安慰父母？克勤好德，以安慰父母，老者之成见。也因为在这个世间，甲日子一日无用，这时代人的形体渐渐衰退，应该把握机会。哦，珍惜日子，哎，赶紧打拼认真。哦，这时代你当然是要咱人间、人世间，互咱造成终身的遗憾甲后悔。你啊，会知袂当？这悲痛的心情，后悔甲悲痛的心情，铸成了终身无法度弥补的缺点。你看，时代人无。就无呀，我去参加咱就先一个丧事啊，咧事伊讲，你即摆若要见恁时代人哦，见恁爸爸哦，只有伫梦中尔啦。像恁真正心拢分开。迄个时阵，咱也阁未小解爱情，但若把咱真正实际正个轮伫咱的身边的时阵哦，代志怎来？要见时代，咱同我来见。我即两小朋友做过，要第一爸爸妈妈，你阿公阿妈遮拢无当地，当你第一条线，有影啊。所以呢，孔夫子伫家务内面有重要来讲，事欲静而风不动，而风不停；志有用而亲不在，而亲不待。往而不来者年也，不可再变者亲也。这是这个代志。伊讲，树仔要停困，个风就唔停嘞；树仔要静，风就要开。囝想要用钱，我时代就无伫个啊。所以气有搁做转来，往而不来者，年时间不可再变者，亲也。迄四字顶也叫定了，你永远无当。所以愿同修缘成书记，只卖咱大家小小看卖啊，过来。即卖讲起咱自身啦，讲起咱自身啦，有足侪方面可以讲啊，足条可以讲。控制家己关心
但是是安怎样呢？因为伊烦恼见效讲遐伊做袂到，那无咱人讲着对，咱拢会压山经验的，讲咱就拢会压山去做开，所以讲，这真正学道修道分子，咱讲爱守口如瓶呐，讲圣人咱甲咱主交代讲，为了袂定，为了袂定，为了袂动，为了袂死，不是爱要是讲爱叫伊言论方面较坚持的，所以这种的东西是孔武主中国世人必须要信言忠言，讲话较真心的，要做较认真的，较认真，是不？早在春秋时代，今言普通的人已经言言不灵，相助国际政客，下治民间乡员，不管靠仁义道德，以实所做的事，拢极为卑鄙，拢极为卑鄙。所以孔武主咱刚经事实，就以个人来入礼示人，个人来入礼示人，并且标出一个体义来转移学习。早在春秋的时代，咱普通一般的人是真正修学道的分子，拢已经言行不灵。